今日早起10點外，台北市北投中和街一個水溝蓋熊爆炸斷開，造成2695戶失電。經過約5點鐘的搶修，才總算攏開好。台電初步判定是因為高壓電纜的零件故障引起的，加載無人受傷。警消人員趕緊到現場，水管也傳佇邊啊。這個人空掛炸開，白煙一直衝出來。爆炸時陣聲音真大聲，當地住戶是驚一個。3個爆炸聲，然後它那個蓋子就給它噴出來了，那個燒焦味，它有點爆掉啊，冒煙啊。台電人員來到現場，緊落去看賣，趕緊來搶修維護。邊仔囥交通水，也有風速線救起來管制。現場是台北市北投的中和街巷仔內底，日頭早起10點外，人空掛內底熊爆炸，4個位啊攏停電。影響啊，擔心啊，影響層面很大。剛才先出去繞了一圈，然後回來，然後順便去買東西。我以為電來了，結果進來又沒有電，小孩子自己救。來到當地徛街看賣，厝內底攏無電，開關一直試攏無反應。盡天氣遮爾熱，佇咧厝內底無電，冷氣甲電筒攏袂用的，佇咧厝內底是熱甲要死。根據台電統計，對中和街、朝陽路、新興路到杏林3路一帶全部受到影響，總共有2695戶停電，計5點鐘了後才修理好，電才來。電纜植入接頭發生故障，所以產生的那個停電事故。接頭它比較久的時候，它會劣化嘛，然後高溫有時候它會產生劣化，產生故障都有可能。原因很多，那是說我們的接頭我們要拿回去再做判讀。台電初步判定，因為高壓電線的直路接頭故障，變真小，真濟燒氣，佫翕條咧，內底一時間壓力變真大，所以才引起爆炸，甲人空罐攏彈出來，加在這意外無造成任何人受傷。記者綜合報道。